鸡排的招牌是像米排、豆排、豆莴是那个莴排的，那个也是可以喂那个龙盘呐，在这那个把木头这么这样，然后你个到哎。这么远的手动哦，当主席啊！哦，我原来是在这有来手动哦，到你要问到我等着什么？我到这，白你空这呗。我这一会儿就走了，几个多人那都不见。这个我说打龙龙别乱闹，真的，那人呐，这个二盘。我也知道哎，你这白天忘了你了，我一盘饭呢啊哈，假如手机在那家，快接，你吗？快接，哎呀，那也不行，哎呀，这节目当然有讲弄到了，咱们这个几个都新招了嘛。就我弄一袋糖色，那时候那还弄真牛的，不有来是东北的。这是我你到哪里了？Hello，而且我家给他到了，而且你来的时候这么带着东西，就说来我这。哎呀，你啰揉揉嘛，咋啦？我不知道我是这，不是用盖不这些不给安排来做也可以。白天嘛，我那个白饭肯定是扔太阳。如果要是扔到饭自己吃啊，我给也不是太这糖哦。白天嘛，我白天是加我只把排的放了糖了。啥个别人？哎呀妈呀！为什么有虫啊？在了东面东东啊！不知道在边不接？在那个落木上的东面东后去，我还是你们当时真的不会了。我再来问呐，哎呀，那一个还多怕呢。对呀。